香港山泥傾瀉嘅歷史可追溯到1889年，當年5月喺2日間落咗33寸雨，引致多宗山泥傾瀉，釀成廣泛破壞。之後喺1920年代，亦因為大雨引發山泥傾瀉，導致塌樓塌牆。其中1925年喺普慶坊發生擋土牆倒塌事件，死亡人數更超過60人。香港地少山多，夏天受到季節性氣候同埋颱風影響，時有大雨。當大量雨水滲入泥土，令地下水位上升，並減弱土力，山泥傾瀉就有可能發生。香港喺戰後高速發展，人口亦增長迅速，樓宇發展已由海旁平地伸展到半山區，好多新移民又喺山邊搭木屋居住，山泥傾瀉嘅風險亦都因此而大大提高。喺1966年，香港再受到歷史性嘅雨災影響，24小時內錄得雨量超過15寸，廣泛地區都有山泥傾瀉發生。1972年6月18號，可以話係香港山泥傾瀉史上最黑暗嘅一日，慘劇接連發生。當日中午秀茂坪首先發生災難，翠屏道安置區對上嘅填土坡因為經唔起連日大雨沖蝕，突然崩塌，將78間木屋全部摧毀，引致71人喪生。同日晚上，半山區亦發生空前大災難。寶山道首先發生山泥傾瀉，塌泥引起骨牌效應，波及附近3棟建築物，造成67人死亡。事件中12層高嘅旭和大廈被夷為平地。618雨災過後，社區伸出援手。其中無線電視通宵直播嘅籌款賑災慈善節目，就籌得數百萬捐款。醫生為咗對呢次死難嘅災民表示同情同埋關懷，同埋期望我哋今晚呢個籌款大會能夠籌到一個災民所需要嘅數字起見，我哋好唔好大家靜默1分鐘好嘛？山泥傾瀉災難喺當年已經深入民心，一啲民間電影亦以此為題材。這可成了什麼音樂啦？這叫做災難交響樂。其中鳳凰影業喺1976年發行嘅電影《泥孩子》就有一段喺木屋區發生山泥傾瀉嘅片段。福不從至，禍不單行。諗唔到618事件發生後4年，即係喺1976年，秀茂坪又再次發生嚴重山泥傾瀉，導致18人死亡。事後政府高度重視斜坡問題，並向海外聘請咗一大批岩土專家離港研究。另外，就1976年8月25號秀茂坪山泥傾瀉報告建議，喺1977年中正式成立咗一個專業部門，名為土力工程處，肩負起統籌所有有關斜坡安全嘅事宜。自從土力工程處成立後，無論喺釐定標準、監管新建斜坡及鞏固舊有斜坡等工作，都努力不懈。成果可從急劇下降嘅山泥傾瀉死亡數字反映到，並已經能夠阻止到好似1972年秀茂坪或寶山道咁嚴重嘅山泥傾瀉再次發生。但係香港有大量嘅舊有斜坡係唔符合安全標準嘅，所以要完全解決斜坡安全問題，實在仲有一段好長嘅路要走。到咗80年代，山泥傾瀉嘅風險已經逐步減低。
嚴重嘅山泥傾瀉事件已經較少，大多數嘅山泥傾瀉都係發生喺寮屋區。進入90年代初，喺住宅區附近又發生山泥傾瀉，釀成人命損失，引起社會關注。喺1992年5月8號，一幅支撐住薄扶林臨時房屋區嘅擋土牆喺大雨中倒塌，大量填土滑落山坡下嘅碧瑤灣民居，導致2個人死亡。喺1994年7月23號，堅尼地城觀龍樓 D 座對落發生山泥傾瀉，泥石瀉落斜坡下面嘅行人路，釀成5名途人死亡。政府喺1994年觀龍樓災難後，決定投放更多資源，加速防止山泥傾瀉計劃，務求加快步伐，鞏固喺80年代前所建嘅不合標準舊斜坡。近年嚟，山泥傾瀉引致嘅人命損失已經大大減少，但係每年平均都有200多宗山泥傾瀉，有時亦會導致封路或需要疏散居民，對市民造成不便。鑑於香港受天然因素，好似大雨及地質所影響，加上山區發展稠密，山泥傾瀉嘅風險實在係唔能夠完全消除。市民必須保持警覺，居安思危。喺持續大雨或山泥傾瀉警報生效時，採取保障自己及家人嘅安全措施。斜坡業主應該維修斜坡，其實所有斜坡都需要定期維修。一啲合乎標準嘅斜坡，如果日久失修，都可能會倒塌。正所謂斜坡勤保養，生命有保障。就等我哋一齊為香港創造一個美麗同安全嘅生活環境啦！